宜兰区乐龄学习中心的长辈以陶笛、竖琴等乐器优雅演奏声中，为一年一度池里时尚美学管理协会创意美学设计工艺比赛加开序幕。会中来自中华、云林甲台南的参赛者，总共125件作品，拢呈现伫中南里活动中心。其中精心制作的手工真优质，各种丰富的造型，使人赞叹，是个参像艺术品。另外，各种日常生活用品，透过拼贴起来是彩画，不止增加美观甲价值，更是独一无二的文创用品。这种卡数的装饰，加符合创意美学的概念。我会来参加这个比赛，是因为我有兴趣，而且这个如果我在深入的研究的话，我可能可以开班。希望说在这边能够取到金，那也能够互相的交流，对竞赛者创意的空间，让得奖者能够有自我的肯定。那这些手作都是应用在生活上会用得到的，所以我们才办这种比赛，让他们在未来职场，或者说想要创业或私下接订单、斜杠都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竞争力。当然，这么多参赛作品，协会都要动员这经历丰富的专业老师来裁判，并以接受议员林美燕颁发公文证书，感谢因为活动公益付出，嘛为个人社区的课程尽一份心力。我们是希望说他可以动手动脑，然后发挥创意，也可以互相联络感情。那这些东西呢，除了美观之外呢，我们还是非常的实用。慈力慈善美协真的是一个就是在社区也就扮演着非常好的就是角色。那我们大家能够把一些生活化的东西融入进来，美的东西。比赛到了尾声，南区区长嘛亲身到场颁奖，肯定协会提供舞台，让大家展现才艺。因有学习过的长者一起集结起来，然后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才艺的一个公益比赛。那未来除了让他们对这方面有更大的一个兴趣以外，那也透过这样的比赛，能够让他们获得一个肯定，更加有成就感。这场比赛不只是一摆竞争，嘛是创意美学的交流甲合作，希望一档比一档更较有看头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